今集會介紹高雄最大嘅島嶼小豆島，一定要去嘅橄欖公園打卡白色風車，去埋電影24支同映畫村嘅拍攝地，入邊同樣有超多嘅影相位。另外仲會詳細介紹高雄市嘅交通資訊、車站旁邊嘅購物景點，講解埋我點樣利用瀨戶內海嘅 JR Pass 去慳錢，仲有高雄市 CP 值極高嘅酒店。睇片之前記得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即刻去片。早晨啊，咁多位，咁我啱啱咧就買完咖啡，咁距離我酒店16分鐘嘅步行路程咧，就會嚟到高松港啊。其實佢就係喺 JR 站嘅旁邊嘅啫。咁啊側邊嗰棟大廈2樓咧有一間咧係賣早餐咖啡 toast 嘅地方咯。咁我買完行翻出嚟天橋咧，就可以直接經天橋去到高松港㗎啦。咁天橋嗰度咧，亦都會好清晰咁樣顯示你去邊一個島係向邊一個碼頭去行嘅，咁行過嚟嘅路程咧，其實1分鐘嘅啫。咁我今日咧就選擇咗去香川縣第2大嘅島嶼，就係小豆島啦。其實香川縣咧係有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嘅島嶼嘅，譬如直島啦、豐島啦、男木島、女木島啦。咁大家可以揀一個自己感興趣嘅去咯。咁因為咧，我買咗瀨戶內海嘅 JR Pass 啦，係包埋去小豆島嘅船程。而我7年前係捨棄咗小豆島嘅。我7年前咧係去咗一個叫做直島嘅地方，咁佢係一個藝術嘅島嶼啦，有好多藝術館啦，同埋我嗰陣時揀佢最緊要咧就係嗰度有一個草間彌生嘅大南瓜，係啦，咁所以今次咧就要去翻呢個小豆島啦。咁船飛單程700 yen， 來回1330啊。撳自助機又得，有人手 counter 都有嘅咁樣咯。咁我而家就準備上船啦，一陣。作為瀨戶內海第2大嘅島嶼小豆島，到底大成咩程度呢？個島入邊咧有28000人居住，巴士線路有7條，港口落船嘅位置有7個。我本身咧諗住咧係過到去，譬如可能租單車啦，踩下好 feel 咁樣噶嘛。因為我7年前去直島就係租單車去環島嘅，咁個島當然好細啦。跟住我一 check， 最出名嗰個橄欖公園，距離我一陣間落船嘅土莊港係要搭1個鐘頭巴士。咁我點樣踩單車呢？唔係踩唔到，唔會咯。所以要夾一夾自己嗰啲時間咯。咁我定點咧有3個景點咧，我係好想去嘅。24村同嗰度啦，跟住同埋橄欖公園，即係白色風車嗰度啦，同埋另外一個叫做妖怪村嘅。小豆島嘅渡輪咧，室內空間其實係好大，好多座位，完全唔需要擔心冇位坐啦。有女性嘅專用座椅啦，甚至乎有榻榻米。如果你買咗嘢食上船嘅話，佢又可以揀一啲有餐台嘅位置。想睇風景，可以上3樓出戶外曬下太陽、影下相又得。咁如果自駕人士咧，其實就可以連人帶車上船嘅，咁相對嚟講都比較方便。1個鐘頭嘅船程，終於都嚟到小豆島啦！我身後落船嘅地方，向右手邊行就會嚟到巴士站。咁我今日第1站嘅目的地呢，就係橄欖公園，亦即係白色風車嘅地方。咁點解佢叫橄欖公園呢？原來小豆島咧係日本第1個成功種植到橄欖樹嘅地方。咁嗰度咧大概有1300棵嘅橄欖樹。咁顧名思義啦，應該會有好多橄欖嘅產物、餐廳、美食都會喺嗰度買得到㗎啦。咁1點鐘有巴士，咁巴士唔算頻密嘅。大家要 check 清楚個時間咯。話晒都有7條咁多啊嘛，俾大家望一望小豆島嗰個地圖。大家睇下我身後，其實呢度真係好大啊！途中咧有韓霞谷啊、韓霞溪啊，係啦，咁嗰度咧就仲有纜車添，係要搭纜車去嘅。咁但我今日就唔去啦，因為嗰度咧係出名睇紅葉嘅地方，而我呢個月份冇紅葉啊，我就唔去啦。咁由土莊港咧搭35分鐘嘅巴士就會嚟到
小豆島嘅橄欖公園咯。咁落咗車之後咧，微微上車。咁而家首先咧就係去紀念館嗰度租借一個魔女宅急便嘅掃把先，係啦，跟住就影呢一個風車。咁呢一度咧都係一個必影位嚟㗎啦。租借掃把就係喺我身後嘅紀念館，咁入邊係就咁攞就得㗎啦，唔使錢嘅。大家影完咧就還翻去。咁呢度咧，除咗係種植橄欖樹嘅發祥地之外咧，喺小豆島上面咧種植咗超過130種嘅香草，所以大家可以見到我身後咧好多棚架、好多溫室咁樣，就係種植呢啲香草。而喺小豆島，多數嘅餐廳都會沿用翻呢一度製造嘅食材咯。咁啊，原汁原味。咁小豆島嘅橄欖公園行程就完結啦。咁呢一度咧，其實除咗個白色風車同埋個紀念館同埋一片草地啊，有啲農作物之外咧，其實坦白講都冇乜嘢㗎，有啲餐廳咁樣咯。咁但係呢一個都係必影嘅打卡位啦。我諗90%以上嘅人嚟小豆島都係為咗影個白色風車嘅。最緊要就係借個掃把喺風車面前跳起，咁就扮呢一個魔女宅急便嘅主角琪琪啊！跟住就會去24支同影畫村，咁嗰一度咧都係電影嘅拍攝地嚟嘅。根據呢個資料顯示，嗰度係有好多嘅打卡位，咁我一於就去下，仲要搭半個鐘頭巴士。嚟到呢個24支同影畫村啊，咁呢一個咧就係電影24支同嘅拍攝地嚟嘅。咁最重要嘅場景就係嗰個教室啦，田埔分校。咁個電影咧其實就係描述咗一個老師同埋有12個學生一個好深厚嘅情誼，但係到最尾俾戰爭摧毀咗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翻呢套戲啦。咁呢一度咧就係拍電影嘅地方啦。咁啊〜變相有好多嘅場景啊，都會保留得好好喎。而面向嘅咧就係瀨戶內海，一片藍色嘅海洋。咁大家可以望到我身後呢一啲建築啦，都係好古舊嘅，係石春路啊，同埋有啲木系嘅建築啊咁樣咯。咁呢度咧就會有少少嘅商店，有一間餐廳叫做 Book Cafe 嘅。終於都喺我身後嘅土產店買咗我喺小豆島第一樣嘅產物，因為其實咧呢度咧真係好靜，人流唔係好多啦。咁開間鋪頭又好似冇乜人買嘢咁，咁我就揾到一支潤唇膏，係橄欖油做嘅。咁啊買嚟試下啦，880 yen 幫襯下啊嘛。因為雪糕而家真係唔係太想食，有啲凍。咁啊呢度環境非常之舒服啊。咁我由落車到一陣間上車咧，喺呢一度咧只會停留大概1個鐘頭到咯。咁啊有啲忙碌嘅，基本上就係爭取時間影啦、拍啦咁樣咯。咁啊拍咗啲畫面俾大家睇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可以過嚟呢一邊行下嘅。咁都係嗰句啦，交通便唔便利咧？坦白講一般嘅啫，係啦。咁如果我一陣間咧 miss 咗4點鐘嗰班車咧，我係要等到5點58分，咁啊打亂晒所有計劃㗎啦。咁啊唯有緊張刺激少少啦，快影快拍。我而家已經上翻呢個小豆島嘅渡輪去翻高松，咁啊喺呢度嚟一個小總結啦。我本身咧係諗住埋尾第3站咧係去嗰個妖怪村嘅，但係我去到5點鐘嘅時候咧，其實小豆島咧個天已經開始好暗啦。咁所以我最尾就放棄咗嗰個妖怪村。咁嗰度咧係要俾入場費2900 yen，咁入邊咧就係一啲妖魔鬼怪、啲造型好奇特嘅一啲展品啦，甚至乎佢嘅牆壁咧都會有妖怪嘅公仔嘅圖案啦，咁嗰度 total 會有4個館嘅。呢個島真係好大，而佢啲景點分得好散，巴士線路好多，但係時間唔頻密，咁所以大家咧要好好計劃下，你會想去邊一個景點啦，巴士嘅時間表啦，
巴士同巴士之間你可以喺嗰個景點度逗留幾耐啦。我去到嗰個橄欖公園啦，我係9秒9，我嗰度停留咗好短時間啫，係租咗個掃把，跟住去個風車面狂跳，跟住又要拍 IG reels 咁樣，哇！跳到仲要烈日當空，我真係有一刻覺得自己可能有機會中暑。咁但係我覺得整體上咧，小豆島咧係舒服嘅。如果你問我咧，我覺得應該可以 plan 一日係住喺嗰度，咁啊順便可以搭埋纜車啦，去多幾個點啦，食下嗰度嘅餐廳啦。因為其實小豆島我係 book mark 咗咖啡店㗎，但係我時間上完全唔許可咯。高松嘅交通資訊俾大家啦。咁如果喺高松機場入境的話咧，大家可以選擇搭利木津巴士，50分鐘1000yen。而喺高松嘅市區咧，大家係可以搭琴平電氣鐵道啊。咁佢由喺高松站啦，直至到琴平，咁係涵蓋咗你高松市區一般會去嘅景點㗎啦。譬如栗林公園等等啦，或者去到琴平終點站嘅金都比羅宮啦，好善用呢個 JR Pass 嘅。因為我今次11日呢一個旅程咧，其實坦白講都幾倉促嘅。第一日係喺廣島開始嘅，廣島咧去呢個兔仔島，即係大久野島，其實係可以搭 JR 嘅，但係時間配合唔到我個人嘅問題，所以我嗰日先搭巴士啫。咁其實呢度搭 JR 嘅話咧，就成4000幾 yen 㗎。咁第二日咧，我就喺廣島搭船去到松山，亦即係愛媛縣。咁第3日咧，我就由松山搭 JR 去到高松。咁呢一程咧都6000幾 yen 嘅。第4日我就由高松出發，去咗岡山，再轉車去倉敷，跟住回程咁啊翻高松啦。去到第5日，我就由琴平玩呢個金都比羅宮，喺金都比羅宮嗰度行完啦，玩完再搭翻 JR 就去翻高松。第6日，我喺高松出發去丸龜，食咗隻雞髀，跟住咧就開始去三豐市。咁三豐市嗰度就睇咗父母之濱啦，一個好靚嘅日落啦。咁啊回程翻高松，去到第7日就由高松港搭船去小豆島。我計過係慳咗4000幾 yen 嘅，係 book 指定席，上網預約晒。咁去到嗰啲綠色嗰啲機嗰度咧，咁啊〜攤翻張 pass 上去，佢就會噴翻你啲指定席嘅券出嚟。今晚嘅晚餐就喺高松車站旁邊一個叫做 Ace One 嘅商場入邊，其實都唔係屬於商場㗎，佢其實係有間超級市場啦，跟住有2間餐廳，一間就係食雪糕嘅，第二間就係我呢間啦。咁佢係食一啲烏龍麵啦，同埋食我呢個牛飯。我就係路過嘅時候，俾呢個牛飯嘅相吸引咗，係1500 yen，佢有個飯有個湯咁樣咯。試一試先，蛋黃牛飯。佢個牛咧其實係冇乜油脂嘅，但係佢係好香煙燻嘅味道咯。咁 Ace One 咧其實就係喺 JR 高松站一出左手邊就已經個玻璃門入去就已經係㗎啦。咁我有好多唔同嘅產物啦，香川縣嘅特產啦，四國嘅名物啦，甚至乎如果大家喺屋企會煮嘢食嘅，佢有一啲醬料啦、調味料啦、拉麵包啦、生果啦、乳酪啦，其實出邊真係應有盡有。咁同埋譬如可能有時要買手信翻去香港俾人啦，咁啊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呢個商場。如果大家臨離開嘅時候咧，係經呢個 JR 站咧，預早少少時間喺呢度出邊行下咯，好多嘢睇，真係好多嘢睇。咁仲會有一啲佢哋本地嘅產物啦，譬如人工鹼啦，同埋一啲 hand cream 啦。伊乳金又係去呢度盛產嘅，嗰日喺松山飲咗好多杯。右手邊又係一啲廚房用嘅食物啊、咖喱等等咯。咁呢一邊咧就會有一啲方便湯啊，基本上朝頭早咧，譬如可能就咁倒出嚟咧，就已經好方便可以食到。仲會有啲調味料啦，即係日本嗰啲調味料啲包裝啊、嘢食嗰啲咧，真係好鬼靚。呢個就係叫大家預留多啲時間嘅原因，太多嘢睇呢度。
咁呢一個方向就會有 Muji 啦，同埋有啲 Pop Store 啦，旁邊就係賣一啲朱古力啊嗰啲咁嘅嘢咯。咁2樓就會有 North 啦，大家譬如可能買護膚品啊、化妝品啊、一啲藥妝類嘅嘢就可以上嚟2樓。2樓嘅另一邊有一間真真正正嘅藥妝，仲可以免稅添啊！最前方就會有冬甩店啊，同埋有呢一間咖啡店啊！我7年前呢，佢已經喺度。7年前飲過佢嘅咖啡係出色嘅。咁呢一邊咧就會有扭蛋機啦、夾公仔機啦，入邊嘅右手邊有間100 yen 店。蕎麥麵啊、烏龍麵嘅店鋪，咁出邊咧就仲有一間係食鰻魚飯，呢間鰻魚飯，呢一間係炸豬扒。咁大家嚟到高松站咧，完全唔怕冇嘢食，上2樓其實有好多選擇咯，都屬於。嗱，咁前面呢一個咧就已經係 JR 嘅高松站啦，入邊好容易揾啊，1至8號嘅月台，一入去就係啊，唔使上落嘅。咁上邊呢一個位置咧就係頭先 Starbucks 啦，入邊有扭蛋機呢個2樓嘅位置，而另外一邊咧其實係通過去嘅。另外一邊咧呢一度咧2樓咧就係買藥妝啦、Burger King 啦，同埋有嗰個冬甩店。咁嗱，落翻嚟地下呢一層啦。呢度入去就係我頭先講話好多嘢睇，好多嘢買。我啱啱食牛肉飯都係喺呢個位入去嘅。咁而呢一個位就會有一間 Muji， 係啦，有個牌喺度。咁離開咗呢個 JR 嘅高松站咧，呢度出去就已經係巴士站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出咗嚟巴士站嘅位置。咁側邊咧呢一度咧都會有一個觀光塔嘅。上邊嘅29樓就會係有一個免費嘅觀景台。呢一座建築物嘅後邊咧就係高松港，亦即係搭船離開出島嘅地方。咁我今次喺高松住嘅呢一間酒店咧 ，total 就會住6晚啦。房間整體嚟講非常之乾淨，同埋都頗大嘅。一入房嘅左手邊咧就係掛衫同埋擺篋嘅地方啦。走廊其實都幾闊落嘅。咁我最中意呢一間酒店係有啲乜嘢咧？佢竟然係有微波爐啊！亦即係話我可以喺便利店買一啲叮叮翻嚟整熱去食。咁其他嘅一啲配套，譬如可能夾萬啊、水煲嗰啲就一定會有啦。有一張雙人床啦。洗手間都係傳統嘅日式洗手間。咁我貪去呢一間酒店咧，交通便利。呢一間酒店行去高松嘅 JR 站咧，講緊係8分鐘，咁1晚係310蚊港幣咯。咁呢間酒店其實我都推薦大家。咁而家咧就喺高松站嘅旁邊一間叫做紫酒場啊、紫酒熬嘅鋪頭啦。跟住咧，佢呢度嘅嘢咧係超級抵食啦，好冇味未知啊嚇！嗌咗一個柚子醋嘅安康魚乾試下先，390 yen 超抵，同埋咧佢都幾厚㗎，同埋幾大件。好味啊！嗱，我食咗個原味咧出色嘅，其實佢咬落嗰個口感咧有啲似蛋糕，好 creamy 嘅蛋糕，軟腍腍咁樣咯，但係魚香味好足夠嘅。跟住佢旁邊有柚子醋同埋葱啦。因為咧安康魚乾咧，如果就咁食嘅話咧，其實我覺得都會幾漏嘅一樣嘢嚟嘅。有魚子醬啦、海膽啦、三文魚子啦，同埋吞拿魚肉碎嘅。跟住我發現咧，佢係粗飯嚟嘅喎，好滿足啊！跟住佢中間咧，仲要有嗰個紫蘇葉，哇，好正啊！成個口咧係嗰個味覺啊，衝擊住我嘅味覺。好食，我覺得呢個係要 encore 嘅。跟住咧，呢個係390 yen 啫喎，勁平。我終於就食完嗰5件壽司啦，咁我決定一次過點評啦，就係咁啦。色水唔係咁靚啦，咁食落其實我覺得都唔驚豔嘅，真係一般嘅，即係咬落去就係食緊一件好厚嘅嘢咁樣，同埋粒飯都頗大粒嘅。呢一個唔推薦啊嚇，魚乾同埋嗰個海膽吞拿魚蓉嗰個，反而嗰個真係好
好好食。我身後呢一間德島拉麵 ，Google Map 評分都高嘅。我係第2次嚟㗎啦。其實我7年之前係食過一次，佢個湯底咧係偏濃味嘅。咁我中意食濃味嘢咧，我覺得佢湯底非常之出色。但係佢個麵咧好少嘅啫。佢少嘅程度咧，就等同於我喺香港食一蘭咁啊，食完好似冇食過嘢，係完全唔夠飽嘅。屉肉咧係分4款嘅，佢有原味啦，有海草麵啦，有黑蒜麵同埋有呢一個叫做辣嘅麵啊。咁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口味去加咯。我仲有啲餃子啊，同埋炸雞件嗰啲可以食。大家可以試下，真係我覺得好食嘅拉麵，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會覺得不錯，因為本人對拉麵係普通嘅啫。咁大家有機會試下啦，喺高松車站行過嚟都係2至3分鐘，過2條馬路就到㗎啦。早晨啊，咁多位，最後一日喺日本啊，大家有冇發現咧？我喺香川縣咧，好似從來都冇喺呢個市區度遊玩過，淨係每一晚咧翻嚟市區食嘢咁樣啦。咁本身咧今日咧我都唔係留喺高松嘅，我係諗住去德島嘅。咁但係到最尾捨棄咗德島啦，因為唔想舟車勞頓啊。其實嗰邊啲景點都唔係話太吸引到我。咁我而家咧就向緊一個叫做南新町嘅商店街出發，咁嗰邊咧其實就會有好多嘅咖啡店啦，好多嘅烏龍麵，嗰邊其實都熱鬧㗎。跟住影一影商店街有啲咩行俾大家望下。咁為大家推薦我啱啱飲完嘅咖啡店，成間咖啡店咧個氛圍感咧好正，又係啲木台，又有吧台，又有卡位、梳化位咁樣咯。咖啡非常 OK。如果大家咧嚟呢一個南新町商店街咧，可以過嚟飲一飲啊，因為喺隔離嘅啫，大概1分鐘隔一條橫巷咁樣咯。其實有時去旅行咁樣 hea 下都幾好。呢度有一間叫做錦谷嘅烏龍麵店啦，係非常之有名氣嘅，評分有成4點幾。大家可以見得到佢門口排隊係排到呢一個狀況。咁呢度都熱鬧嘅，譬如有啲飲品店啊、扭蛋啊、有啲娛樂嘅，但係大家可以見得到啦，人流唔多，所以行起上嚟咧係非常之舒適啊。咁會有非常之少人流嘅藥妝店啦，大家可以大買特買，完全唔會有東京大阪嗰種多人嘅感覺。另外一間食烏龍麵嘅名店，亦即係我今日揀嘅呢間，因為佢個湯底咧係有牛魚可以選擇嘅，款式都非常多啦，有豬啊、牛啊、昆布啊等等。終於都食到呢個香川縣嘅名物烏龍麵啊，亦即係讚岐烏冬咯。咁呢間鋪頭咧入到嚟咧係半自助方式嘅，話俾店員聽你想食邊一款嘅烏冬，你就順住嗰條路去行，咁就有一啲炸物係可以夾嘅，同埋有一啲嗰啲叫做關東煮啊，咁自助夾到去最尾嗰度咧就係俾錢，跟住就自己揾位咁樣咯。就係 Q 彈，佢唔會好腍，好咬口，總之好彈牙嘅。湯底入邊咧就會有一啲油羊啦，同埋有一個肉丸啊。個肉丸咧類似好似手打咁樣嘅。另外就嗌咗個170yen嘅炸蓮藕，哈哈。呢個個狀況係乜嘢咧？佢炸完擺咗半個鐘以上嘅質感咯。係啦，個蓮藕又唔係話好爽咯，啲炸粉好腍咯，炸物可以唔使諗，呢碗麵 OK， 非常 OK。咁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川縣嘅其中一個景點啊，叫做栗林公園。咁搭電車或者搭巴士過嚟咧，其實都非常之方便。入場費410 yen。咁呢度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大嘅庭園咯。咁同埋有好多形形色色嘅樹，修葺得好靚。有小橋流水，有一啲打卡位，同埋頭先經過嗰個池塘咧係有好多嘅嗰啲叫咩？嗰啲叫咩啊？錦鯉啊，好靚啊，條條都肥嘟嘟咁樣咧，跟住喺個水面度一群咁樣擘大口合埋口咁樣，係啦，值得入嚟行下嘅。咁沿路咧都會見到有好多園丁嘅職員啦，喺度修葺緊啲樹咯，好舒服嘅一個地方。
啊，同埋呢一度咧有得坐船啊，船咧就係行過呢啲湖面咁樣兜一個圈咁樣啦。另外有一間咧叫做菊月亭嘅鋪頭，咁嗰間咧就係品嚐一個傳統嘅日本茶藝咁樣，飲杯綠茶咁樣咯。櫻花，我7年前嘅時候係櫻花季嚟嘅，跟住呢度係有得影櫻花。嚟到菊月亭門口咧，就先買呢一個餐飲券，咁得2款茶可以揀嘅啫，抹茶配果子700yen。煎茶配果子500yen，咁你買完之後咧就可以入去揾位啦。佢零零舍舍近門口咧有一間房咧係俾大家飲咗嘢先嘅，飲完嘢之後咧先至可以嚟我而家身後呢一啲打卡位嗰度影相。其實唔係打卡位，係人哋古舊嗰啲民房，係我出咗嚟打卡啫咁樣咯。係啦，咁個果子其實幾好食喎，又唔係好甜咁，真係出色。綠茶其實係得2啖嘅啫，好少啊。不過濃郁有啲金金地嗰啲咁樣咯，咁大家有興趣過嚟啦。其實呢個庭園都真係都幾靚，望出邊咧就係湖啊。我後邊呢一啲趟門咧，其實佢都係和紙咁樣，咁就保持安靜，因為真係好寧靜。咁呢個栗林公園嘅行程就完結啦，大家有興趣嘅就嚟呢度行下、坐下、睇下啦。咁我下一站應該就係去商場睇下有咩買啦，最後一日啊嘛，就梗係要去 shopping 啦。行咗20分鐘就嚟咗呢個 Umi Town 嘅大型商場。咁呢個商場咧比我想象中大好多，各大嘅品牌啦、護膚品牌子啦、藥妝啦、超市啦，呢度係分東南館嘅。咁 total 會有3層啦，譬如 Starbucks 啦、扭蛋機啦、賣玩具啦，好多唔同種類嘅餐廳咯。我覺得一家大細嚟呢一度咧係可以消磨一整日嘅。咁我唔逐間鋪介紹俾大家啦，我影咗少少畫面，同埋呢個商場咧出邊係會有pizza 啦、拉麵啦，香港好爆嗰間叫咩啊？壽司郎啦，同埋其他一啲餐廳，譬如可能食牛檔啊、魚檔啊嗰啲咁樣咯，苦飯嗰啲都應有盡有，大家可以過嚟推薦。咁我而家咧就喺1樓嘅位置，入咗一間叫做龍神苑啊，佢專係食鯛魚同埋其他檔嘅，譬如鯛魚之外咧，佢會有蠔啦，有天婦羅檔啦、鰻魚檔啦，咁我就嗌咗一個煎魚檔拼3隻炸蠔嘅，價錢係1790yen。煎魚啦，大家見到其實佢係厚切，都幾大片嘅。試下先，佢個皮咧係分過嘅，但係佢中間嗰個咧依然係生嘅。都唔錯喎，好香咯。係啦，食到魚本體嗰個味。咁佢另外咧就仲會有個魚仔蘿蔔絲生菜嘅胡麻沙律。不過魚仔嗰個味咧唔係好出，冇乜味嘅。其實個魚仔，我就食到胡麻醬嗰個味咯。都係喺港島食完個炸蠔就中意咗。佢連個炸粉都好味，個蠔本真係好味，一咬咧好似爆汁咁樣。咁呢間都推薦啊，同埋佢個名咧係好好記啊，叫做龍神苑咯。好啦，咁有咩再同大家分享咧？咁轉眼間呢個11日嘅旅程就完結啦，嚟一個小總結先。我重點推介我自己去完覺得好開心嘅就係三峰市嘅天空之鏡啦，同埋岡山嘅倉敷市啦，同埋廣島區域嘅宮島1日遊啦。其實呢3個地方我自己都非常之推介啊！仲有兔仔島咯，兔仔島其實我覺得交通係棘啲啲，同埋我當日係凍啲啲，但係嗰啲兔仔其實真係好得意啊！隻隻都肥肥白白、肥嘟嘟咁樣，跟住就衝晒過嚟。我覺得係幾開心嘅。其實我覺得有時去旅行咧，去一啲行程或者去一啲景點咧，視乎你個人覺得值唔值咯。有啲人可能覺得你要花半日時間轉車舟車勞頓去到為咗影幾張相，可能未必值嘅。但係我自己個人就都玩得幾開心咯。咁喺高松嘅 JR 站咧，搭巴士35分鐘1000yen就會嚟到呢個高松機場㗎啦。咁高松機場咧，坦白講非常之咁細啊。咁出邊有一間咧 Family Mart 啦，有2間係賣商品㗎啦，有一間係食烏龍麵嘅。咁但係溫馨提示大家，
排隊去過關嘅時候咧，係要根據你個航班嘅。我頭先排咗20分鐘，排到去嗰個位置，擺低晒啲袋，除咗頂帽嘅時候，佢就同我講，去香港嘅航班咧係未夠鐘，跟住係要1:05分啦。我嗰時係12:10個字。我哋通常去到機場咧，見到排隊過關咁啊，通常入咗去先食嘢啊，去洗手間啊嗰啲咁樣噶嘛。咁但係高松咧，大家要注意呢一樣嘢咯。所以到最尾咧，我哋係出翻去喺出邊漚多10零分鐘，再重新排個隊，再排過係15至20分鐘啦。咁啊好啦 ，end up 就入咗嚟入邊。入邊咧其實好細嘅，係冇餐廳嘅。咁入到嚟個閘口嗰度咧，得一個登機口同埋一間免稅店嘅啫，係啦。洗手間都係得3格。我哋下個旅程再見啦，拜拜。大家記得俾個 like，訂閱埋我嘅頻道，同埋撳埋個鐘仔啊！